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近幾年成日覺得自己好似特別辛苦，明明日日返工做到盡，朝早天未光就出門，夜晚返到屋企又一身疲累，但係點解啲錢總係留唔住？明明自己已經好努力照顧頭家，為屋企人操心，為仔女打算，但係人生總係好似差咁一點點運氣。又或者你年紀慢慢大咗，心入面其實仲有一個希望，希望自己有一日可以翻身，可以過一個更加舒服、更加安心嘅生活。如果你有以上其中一種感覺，今日呢篇內容你一定要聽到最後，因為按照傳統風水命理嘅講法，2026年下半年整個大環境嘅運勢氣場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轉變。有句老話講得好，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。人生冇可能永遠行衰運，亦都冇可能一世人都順風順水。有時候一個人嘅人生轉機唔一定係因為突然間變得好叻，亦唔一定係突然間得到一份天大嘅機會。好多時只係因為你終於等到屬於自己嘅時機。香港人最信一句說話，做人最緊要有運能力，當然重要。你有本事、有經驗、有努力，呢啲全部都係成功嘅基礎。但係講真，如果時機未到，有好多事情真係會覺得爭少少。你想升職，次次都好似差最後一步；你想揾錢，明明已經好努力，但收入總係追唔上生活壓力。你想改變現狀，但係現實環境又好似一層一層困住你。不過當一個人嘅運開始轉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好多事情會慢慢出現變化。以前冇人理你嘅能力，突然有人開始欣賞；以前冇人睇得上嘅經驗，突然變成你嘅優勢。以前打唔開嘅門，突然有人幫你推開；以前揾唔到嘅人脈，突然重新連起翻。呢種情況傳統文化入面叫做時嚟運轉。而2026年下半年，按照唔少傳統命理分析，被認為係一個重新洗牌嘅階段。尤其係生肖運勢方面，有3個生肖被認為比較容易迎嚟人生重要轉折。不過開始之前，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，所謂生肖運勢唔係話你坐喺屋企唔做任何事情，財富就會自己走埋嚟。呢個世界冇咁簡單，真正嘅好運從來都唔係突然跌落嚟。風水講究嘅其實係3樣嘢：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天時代表時代變化同埋機會，地利代表你身處嘅環境同埋生活佈局，人和代表你自己嘅能力、人際關係同埋你點樣把握機會。3樣配合先容易形成真正嘅突破。所以今日講嘅3個生肖唔代表其他生肖冇機會，而係按照傳統文化角度去睇，呢幾個生肖喺2026年下半年可能比較容易遇到突破窗口。如果你自己係其中一個生肖，又或者屋企人朋友係其中一個生肖，記住聽落去，因為後面仲會講到點樣透過改善家居環境、調整生活習慣同埋改變自己嘅狀態，令自己更加容易迎接好運。第一個容易迎嚟財運變化嘅生肖就是屬龍嘅朋友。講到龍，相信香港朋友一定唔陌生。喺中國文化入面，龍一直代表力量、貴氣、地位同格局。好多香港家庭都中意擺龍形擺設，或者用龍作為吉祥象徵，因為龍代表一種向上提升嘅力量。而屬龍嘅人通常都有一個特點，就係心入面有目標，佢哋唔甘心一世平平凡凡。好多屬龍嘅朋友年輕嗰陣已經諗，我要做出一番成績，我要俾屋企人過好啲，我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。呢種向上嘅心態其實係佢哋最大優勢。不過屬龍嘅人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弱點，就係責任感太重。好多事情明明可以揾人幫手，但係佢哋第一時間諗，算啦，我自己頂住，工作壓力自己吞，家庭問題自己扛，遇到困難又唔想麻煩其他人。表面睇落去好強，但其實內心承受咗好多壓力。尤其過去幾年，有唔少屬龍朋友可能有一種感覺，明明自己冇偷蛋，每日都努力，但結果就係未去到自己期待嘅位置。做生意嘅朋友可能遇到市場環境改變，返工嘅朋友可能覺得升職慢，投資方面亦可能試過判斷錯方向。但按照傳統運勢角度睇，2026年下半年對屬龍嘅朋友嚟講係一個重新佈局嘅時間。重點唔一定係突然發一筆橫財，真正重要嘅係
過去累積落嚟嘅經驗、人脈、能力開始慢慢發揮作用。大家要記住，真正嘅大才通常唔係一夜之間出現多。你睇到成功嘅人，表面好似突然成功，但你睇唔到嘅係佢哋背後可能準備咗10年、20年。屬龍人最大優勢就係有耐性、有抗壓能力，可能唔係最快成功嗰個，但係只要方向啱，後面爆發力會好強。所以進入2026年下半年，屬龍朋友最需要注意一點，唔好再完全靠自己一個人硬撐。香港有句說話，一個籬笆三個抗，一個好漢三個幫，意思係一個人能力再強都唔可能完全靠自己。你去到某一個階段想再突破，就需要人脈資源同合作，尤其事業方面要留意身邊出現嘅新機會，可能係一個多年冇聯絡嘅朋友突然揾翻你，可能係以前同事帶嚟一個新方向，可能係一件以前你覺得普通嘅事情突然變得有價值，呢啲都可能成為人生轉捩點。講到風水方面，屬龍嘅朋友喺2026年下半年可以特別留意屋企嘅明堂位。咩叫明堂位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入屋之後比較開揚、比較容易聚集氣流嘅地方。傳統風水認為，一間屋如果入口位置光猛乾淨，冇太多雜物阻住，代表氣場比較順。當然用現代角度去睇，其實都好有道理。一個整潔舒服嘅生活環境會令人個人心情更加穩定，做決定嗰陣亦會更加清晰。所以如果屬龍嘅朋友最近覺得事業停滯，好似做咩都差少少，不妨由自己生活環境開始調整，將屋企長期冇用嘅嘢整理掉，將工作地方重新規劃，將自己每日生活嘅空間重新整理一次。因為好多時候改變外在環境，其實都係提醒自己新階段開始要用新狀態去面對。當一個人開始整理自己嘅生活，其實內心亦會慢慢變得清晰。第二個容易迎嚟突破嘅生肖就是屬馬嘅朋友。講到屬馬，大家通常第一個印象就係有衝勁、有速度、有行動力。屬馬嘅人通常唔中意停留喺原地，佢哋心入面有一團火，見到機會會想試，見到新方向會想衝，見到有人成功亦會刺激自己想進步。呢種性格其實係佢哋最大嘅優勢，不過有優勢同時亦有需要注意嘅地方。屬馬人最大問題就係有時候太急。香港人有句話，心急食唔到熱豆腐，有啲機會其實需要時間發酵，但屬馬嘅朋友有時太想快啲見到成果，所以可能做咗一段時間未見效果就開始懷疑係咪方向錯，係咪應該轉，結果反而錯過咗真正累積嘅階段。過好幾年有唔少屬馬朋友可能經歷人生調整，例如轉工轉行，重新學習一門技能，甚至重新開始一個新事業。表面睇好似行咗好多冤枉路，但其實呢啲經歷全部都係為未來累積資本。人生冇一段經歷係完全浪費。你以前遇過嘅問題，將來可能變成你幫助別人嘅經驗；你以前跌過嘅跤，將來可能變成你避開風險嘅智慧。所以2026年下半年，屬馬朋友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係貴人運可能開始增加。大家要留意，好多時候一個人嘅人生轉變唔係因為突然諗通一件事，而係因為遇到一個人，呢個人可能帶你認識新圈子，可能介紹一個新機會，可能提醒你一個你以前忽略嘅方向。所以屬馬嘅朋友，呢段時間唔好將自己困喺固定生活入面，唔好每日只係返工放工返屋企重複同一個模式，要多啲交流，多啲接觸新資訊，多啲認識唔同圈子嘅人。因為好多機會其實唔係喺網上揾到，而係喺人與人交流中產生。第二個變化就係財富模式可能改變。以前好多香港人嘅觀念係揾錢就係靠一份穩定工作，呢個想法冇錯，但時代已經慢慢改變。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發展第二收入，有人靠專業技能，有人靠興趣，有人靠累積多年嘅經驗，將自己識嘅嘢轉化成收入來源。屬馬朋友本身行動力強，如果揾到適合自己嘅方向，其實比較容易打開新財路。不過有一點要提醒，唔好見到咩賺錢機會都即刻衝，因為屬馬人有時容易被新鮮感吸引。今日覺得呢個好，聽日又覺得另一個更好。
最後變成每樣都試過，但冇一樣真正做好。真正嘅財富唔係追晒所有機會，而係揀一條值得長期經營嘅路，慢慢做深。風水方面，屬馬朋友可以留意屋企南方位置。傳統五行入面，南方代表光明發展向上力量，保持呢個位置整潔有自然光，會令人感覺更加積極。當然，真正改變運勢嘅唔係屋企某一個位置，而係你自己嘅狀態。一個每日保持行動力嘅人，自然比較容易遇到機會。一個每日充滿負面情緒嘅人，就算機會嚟到面前，都未必睇得到。第三個容易迎嚟人生變化嘅生肖，就是屬猴嘅朋友。講到屬猴，相信好多香港朋友第一時間會諗聰明醒目、反應快，呢個確實係屬猴人其中一個明顯特點。佢哋好多時頭腦轉得好快，其他人仲喺分析情況，屬猴人已經諗緊下一步。做生意嘅屬猴朋友通常比較容易察覺市場變化，返工嘅屬猴朋友學習新嘢速度亦比較快。做人處事方面亦比較懂得靈活變通。不過聰明人都有一個常見問題，就係諗太多，有時候唔係冇機會，而係分析得太耐，機會嚟咗，等等先，睇清楚先，研究多一陣先，結果等到最後機會已經去咗第二個人手上。香港人有句說話，諗得太多，機會都走埋。所以2026年下半年對屬猴朋友嚟講，最重要兩個字：行動。因為呢個階段傳統運勢認為屬猴人容易遇到新突破，可能係事業方向改變，可能係一個新合作，可能係人生環境出現轉變。好多屬猴朋友其實過好幾年已經累積咗好多能力，只係一直未遇到適合發揮嘅舞台，就好似一把刀磨咗好多年，但一直未揾到真正適合使用嘅地方。而2026年下半年可能會出現一個機會，令你展現真正價值。不過最大阻礙係你自己信唔信自己。好多人成世人錯過機會，唔係因為能力不足，而係機會嚟嗰陣，自己第一時間否定自己。我得唔得？人哋會唔會更加叻？如果失敗點算？呢啲想法會慢慢消耗一個人嘅勇氣。真正成功嘅人唔係完全冇孔腦，而係即使有孔腦都願意向前行。所以屬猴朋友喺2026年下半年要提醒自己，唔好只係計劃要開始做，唔好等到所有條件完美先開始，因為世界上根本冇100%準備好嘅時刻。好多成功都係一路做一路修正。風水方面，屬猴朋友可以注意自己工作地方，尤其係長期使用嘅書台，唔好長期堆滿文件雜物。傳統風水認為工作位置代表適宜思維，環境混亂，人嘅思索亦容易混亂。用現代角度講，一個整齊嘅工作空間都可以減少壓力，提高集中力。所以有時候改變運勢，第一步唔係去揾神秘方法，而係先整理自己，整理生活，整理思索，整理方向，令自己重新回到一個有力量、有目標嘅狀態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朋友會問，咁係咪代表2026年下半年淨係屬龍、屬馬、屬猴嘅人先有機會發財？當然唔係，大家一定要明白傳統生肖運勢其實更多係一種文化參考，佢唔係話某一個生肖一定成功，亦唔係話其他生肖就冇機會。真正決定一個人人生高度嘅，從來唔止係出生年份，更加重要嘅係你有冇準備好自己，你有冇把握機會，你有冇能力承接改變。因為好多時候好運嚟到，唔代表每個人都接得到。有啲人機會嚟咗，因為自己冇準備，所以錯過；有啲人機會嚟之前已經默默累積多年，所以一遇到時機就可以一飛沖天。香港好多上一代做生意嘅人都講過一句說話：機會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呢句說話聽落好普通，但其實非常有道理。你只見到一個人成功之後嘅風光，但你睇唔到佢背後10年、20年嘅努力。你只見到人哋賺錢，但你睇唔到人哋背後放棄過幾多享受，捱過幾多辛苦。所以如果大家希望2026年下半年自己嘅財運、事業運有所提升，無論你屬咩生肖都可以做好以下幾件事。第一樣就是改變自己嘅財富習慣。好多朋友成日問，點解我揾到錢，但係永遠都取唔到？其實問題好多時唔係收入，而係管理方式。
有啲人每個月收入唔算特別高，但係懂得規劃，慢慢累積，幾年之後反而有一定資產。有啲人收入非常好，但係花錢冇計劃，最後仍然覺得壓力好大。所以真正嘅財富唔係睇你賺幾多，而係睇你守唔守得住。傳統風水有一句話：財來要有庫，意思係話財富嚟到要有地方收藏。用現代方式理解就係收入增加嘅同時，都要提升自己管理金錢嘅能力。唔好一有錢就全部花晒，唔好見人哋投資賺錢就盲目跟，唔好因為一時心急就作出重大財務決定。真正穩定嘅財富一定係慢慢建立。第二樣就是提升自己嘅貴人運。香港人好信一句：人生有貴人，行少好多冤枉路。一個真正嘅貴人，可能一句提醒就令你少走幾年彎路，可能一個介紹就改變你事業方向，可能一次合作就打開另一個人生階段。但大家要記住，貴人唔會無緣無故出現，你首先要令自己成為一個值得合作、值得信任嘅人。點解有啲人身邊永遠有人幫？因為佢做人有信用，做事有交代，遇到問題唔逃避同人合作，人哋放心。所以提升貴人運唔係日日求貴人出現，而係先提升自己。當你變得更加優秀，自然會吸引更加好嘅人。第三樣就係調整家居環境。講到風水，好多人第一時間就諗係咪要買啲招財擺設，係咪要放啲吉祥物？其實真正嘅風水唔係靠一件物品改變人生風水，最重要嘅核心其實係人同環境之間嘅關係。一個屋企如果長期陰暗凌亂，充滿雜物，人住喺入面，心情自然容易受影響。相反，一個乾淨舒服有陽光嘅地方，人嘅精神狀態都會更加好。所以2026年下半年，如果想迎接新氣象，可以由屋企開始。第一，保持客廳整潔明亮。客廳係一家人最多活動嘅地方，傳統認為客廳代表家庭整體氣場。一個舒服嘅客廳容易帶嚟比較和藹嘅家庭氣氛。第二，清理長期唔用嘅舊物。好多香港家庭都有一個習慣，呢樣嘢遲早會用，結果放咗10年都冇用過。其實過多舊物堆積，唔單止浪費空間，亦容易令人心理上停留喺過去整理舊物，其實亦係整理人生將唔需要嘅，放低先有空間迎接新嘅開始。第三，增加生活中嘅生氣。例如植物傳統文化認為植物代表生命力，而現代生活中綠色元素亦可以令人感覺放鬆。不過最重要一點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唔好將所有希望寄託喺風水上。如果一個人每日唔行動，只係等待運氣降臨，就算住喺最旺嘅地方，都未必可以真正改變人生。反過嚟，一個努力、有目標、有行動力嘅人，就算起點普通，都可以一步一步創造更好嘅未來。所以古人講福人居福地，唔係話地方自己會產生福氣，而係一個有福氣、有智慧嘅人，去到邊度都懂得創造機會。進入2026年下半年，仲有一點非常重要，就係唔好害怕改變。好多人人生停留喺原地，唔係因為冇機會，而係因為太害怕。害怕離開熟悉嘅環境，害怕重新開始，害怕失敗。但大家要知道，人生最大嘅突破，好多時都藏喺未知入面。以前覺得自己做唔到嘅事，可能未來會成為你最大優勢。以前覺得浪費時間嘅經歷，可能將來變成你最珍貴嘅資產。所以如果你過去幾年行得辛苦，唔好急住否定自己。低谷唔代表人生完結，好多時低谷只係提醒你，係時候重新調整方向。一棵樹冬天嗰陣，表面睇落冇生命力，但地下嘅根其實一直努力生長。人生都係一樣，有啲階段你睇唔到成果，唔代表冇進步，可能只係時機未到。2026年下半年，如果真係迎嚟新機會，希望大家記住一句：好運唔係等返嚟，好運係準備出嚟。你今日學習嘅東西，你今日培養嘅習慣，你今日認識嘅人，你今日堅持做嘅事情，全部都有可能成為未來改變人生嘅關鍵。好多時，一個人人生嘅轉折，唔係發生喺某一日突然之間，而係藏喺每日細微選擇入面。可能係你某一日決定早啲起身，可能係你某一日開始學一樣新技能，可能係你某一日重新聯絡一位舊朋友，
可能係你某一日鼓起勇氣踏出第一步。呢啲少少改變，最後會累積成巨大結果。所以講到2026年下半年所謂發大財，真正意思唔係話每個人突然中獎，而係提醒大家新嘅時代機會出現，你有冇能力把握？香港人最實際，大家都知道冇人可以靠幻想成功，真正長久嘅財富一定來自眼光、能力、行動、堅持。所謂運，其實就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剛好遇到一個好時機，呢個先叫真正嘅好運。所以未來半年，希望大家唔好再成日問我有冇運，更加應該問我準備好未，因為機會永遠偏向準備充分嘅人。最後送一句說話俾大家：福由心生，運長轉。你嘅心態會影響你嘅選擇，你嘅選擇會影響你嘅人生，你嘅人生最後掌握喺自己手上。所以唔好再懷疑自己，唔好覺得年紀大就冇機會，唔好覺得以前失敗就代表未來都失敗。人生任何一個階段都可以重新開始，而係你等待已久嘅轉機已經慢慢靠近，而下一個階段你會遇到一個重要嘅人，而下一個決定就會改變你未來幾年嘅方向。當機會嚟到，希望你已經準備好，因為人生真正嘅大翻盤從來唔係突然發生，而係喺無數個努力堅持修正自己嘅日子之後，終於等到屬於自己嘅時刻。祝願每一位朋友有健康嘅身體，有和睦嘅家庭，有順利嘅事業，有穩定嘅財富，更重要係有一份面對未來嘅信心。因為只要你唔放棄自己，好運永遠都有可能發生。2026年下半年，願大家都能迎嚟屬於自己嘅轉機。